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一齊嚟到香港大學站上蓋嘅寶翠園，同大家參觀一個實用面積1420尺、4房2個套房，仲連一個儲物室，仲可以望到靚海景嘅單位。首先一入到門口呢，左手邊就係一個獨立嘅廚房連工人房嘅設計，分區做得好好。客廳呢就採用咗傳統鑽石型嘅開積，有效咁提升咗成個單位嘅私隱度。而業主咧亦都好用心，喺客廳旁邊呢個位置咧做咗個裝飾櫃，除咗增加咗儲物空間之外咧，就令到成個單位咧就顯得更加方正、闊落同埋實用。而雖然單位樓層就唔算好高，但係一樣可以享有一個無遮擋嘅靚海景。而成個單位入面咧望落去保養咧都非常新淨企理。廚房方面咧就採用咗 U 型嘅佈局設計，儲物空間超級充足，廚具雜物亦都可以輕易做到收納。而工人房就喺貼近廚房嘅旁邊，實用又方便，兼顧到姐姐照顧家務嘅同時，都唔會打攪到屋企成員休息。穿過走廊就嚟到休息嘅空間，4房2個套房，再加多一個多功能房，間隔超級實用，實用度非常之高。每間房間嘅空間都相當寬敞，就算擺齊咗床啦、書台、衣櫃等家具之後呢，依然保留咗充足嘅活動空間嘅。重點就係每間房間入面呢，我哋同樣可以望到呢個咁靚嘅海景。每日朝頭早起身望住呢個海景，心情都特別靚啲啊！而我哋都見到呢，業主喺每間房間都做咗大量嘅到頂大衣櫃，收納空間絕對夠用。而且房間整體嘅空間呢，一啲都唔覺得逼，保持住寬敞同埋舒適。成個單位嘅廚廁呢，我哋見到保養都好新淨企理，舒適度滿分。寶翠園喺區內係數一數二嘅大型屋苑，交通方便又鄰近香港大學，基座仲設有西寶城商場，大單位嘅放盤真係少之又少。有興趣嘅朋友留言區話俾我知啦，我帶你嚟實地參觀一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